再来看卫生福利部的一管署监测资料显示，讲顶礼拜8月24到30，桃园长病毒门诊节目就诊就将近1200人次，长病毒就要开始施行咯。拄啊开学，有医师就提醒讲，除了长病毒，佮有流感、新冠等真侪病毒，嘛真够烧话哦。拄啊去读册囡仔，就爱特别细腻。儿童门诊急诊来去看病的人真真侪。根据卫福部疾管署的监测资料显示，顶礼拜8月24到30，桃园长病毒健保门急诊就医的人次1106人，瓦近桃园长病毒流行率达1200人。医师建议注疫苗来预防长病毒71型重症。单打完肠病毒71型的疫苗也没办法完全预防肠病毒的感染，因为肠病毒有非常多型，其他的型别有重症几率就相较于肠病毒71型比较少。开学拄啊是长病毒发作的流行期，医师提醒，长病毒所引起的重症病情变化快速，尤其5岁以下的婴幼儿是高危险群。定来看初期的镜头包括39度以上的发烧超过3天，手脚也有喙内出现尖孔大细的红点，也是出水泡，若是出现真爱困、无啥知人、持续会吐、会喘、慢慢喘气真急，这个重症发作前的镜头，拢爱赶紧送医。洗手的时机有要上厕所之后、吃饭之前，这些都要留意。然后玩完游戏返回教室的时候也要洗手。如果孩子经过医师诊断是肠病毒的话，应遵守生病不上学的一个原则，特别注意重症早期的一个征兆。卫生局提醒家长甲教托机构应该爱教厝内的细汉囡仔甲机构内学生囡仔，确实做好个人的卫生，若是正确洗手、吸、乳、冲、碰、拭这5步。若是学生囡仔经过医师诊断感染长病毒，应该遵守破病卖上课的防疫措施，并且爱甲其他婴幼儿小可加开。记者采访报道。